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係2026年6月15號，我係 Anna。一年一度嘅父親節，祝天下嘅父親節快樂，提早為老爸慶祝。請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 ！Let's go！ 今日去嘅位於東涌聚滿居，夏日1蚊3大王牌優惠3選1，中式小菜要個1蚊燒鵝、孖寶餐同埋2個小菜。各款美食佳肴，既抵食之餘又色香味俱全，令人垂涎3尺。呢個原隻波士頓龍蝦上湯燴伊麵，龍蝦好新鮮，龍蝦肉呢鮮甜得嚟呢又爽口彈牙，爹爹好鍾意食。上湯嘅調味呢唔會太鹹，伊麵都軟滑爽口，加1蚊嘅燒鵝呢十分之抵食，燒烤味香濃。肉質都好嫩滑，大公子好鍾意。我就鍾意呢個貴妃文昌雞，雞肉嫩滑得嚟呢，又有雞嘅鮮香味。呢個神灣菠蘿咕嚕肉，外皮炸得好脆，裏邊嘅肉質都好嫩滑，酸甜度又適中。我同爹爹都好鍾意。而今次就鍾意呢個鮑汁海皇豆腐煲，上台熱辣辣，帶子鮮甜彈牙好食。海蝦肉都鮮甜爽口，嫩滑嘅炸豆腐調味一流，冬菇都好爽口甜味，豆腐都夠晒淋滑好食，仲有好正嘅珊瑚蚌夠晒爽口。我同大公子、二公子都好鍾意，白菜仔都好鮮甜。4個人都係食咗640蚊，免茶價加1，性價比高，實在係大滿足。以下係酒樓嘅各款小菜、各款優惠套餐：澳洲龍蝦、波士頓龍蝦優惠套餐，各款海鮮嘅餐牌供大家作為參考嘅。今日分享係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